台湾要拼2050年零碳排，台北市政府今仔正式发行25亿的永续发展的债券，要甲这的资金用伫建设捷运、减少交通造成的碳排。高雄市嘛有发行这款的债券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德国政府为碳权的收入，去年比前年加4成，佮打破上悬的纪录，有到新台币6200亿。伊嘛甲这笔钱用伫咧补助电动车基础建设、再生能源等等。为着要达成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，台北市府伫拜三发行永续发展债券，募到的资金会用伫建设捷运，提供更较舒适的绿色路网，减少私人运具的排碳量。这不只是代表台北市政府，我们推动永续发展、净零碳排的决心。对于购买永续债的企业来讲，它可以列为我们金管会，包括公司治理永续金融非常重要的指标。也是 ESG 参考的成果。台北市长郑万安表示，发行永续债就是5万引导资金投入绿色路网的建设。财政局长指出，这届建共有20间业者参与投标支持。今天我们发行永续债，吸引了20家业者的踊跃参与，用实际的资金行动来支持我们的捷运建设计划。我们所募得的资金总额是25亿元。我们台北市绵密的捷运路网，我们希望让它不再仅仅是绿运输，更可以深化作为是我们提升整个环境教育。为着要积极回应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，金管会自2012年分阶段推动所有上市贵公司，要在2027年前完成温室气体的盘查，推行 ESG 评鉴，要求企业要设定减碳目标和计划等等。市府表示，企业透过投资永续债券来帮助绿色路网的建设，对金管会的评鉴有帮助，嘛希望台湾会当实现零碳排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